大家好，你是爱可乐，爱 color， 我阿 Kim， 我係大勇。嘿，其實你啊，係從2013年開始做客家音樂嘅，2013年開始做客家音樂專輯。開始呢，其實我係從每個客開始創作啊。大勇呢，你自己介紹。我一開始是因為我們的共同老師，共同嘅信上，對，蘇通達，蘇通達老師，他邀請我做這個，他也沒有說做客語音樂，他只說做製作人，對，然後就突然就是做我們的第一張專輯《逃課啊》就這樣子，對，所以就是我們把我們湊在一起這樣子。開始未從喺比賽開始因為一開始唔係做行業音樂一開始做翻譯啊，從啲做韓國嘅音樂嘛，對，是不是？平常也是有做一些流行的音樂啊，不只是華語啊，還有閩南語其實都有做過。係啊，後來啊，喺公司鼓勵 Andy 好，就做 Andy 自家母語嘅歌曲，所以已經做了第一種、第三種、第四種，已經4種專輯咧哈。母語係 Andy 老家鄉上面嘅記號。我覺得客家話就是跟我們家鄉連接在一起的記號，每一種幸福感、認同，它也是一種提升客家意識的一個行動，所以這個是可以讓我們繼續做客家音樂的一個動力哈，就一個動力，從做客家到愛上客家，我覺得這就是我們愛客樂一直在愛客樂必須都該走來實踐甚至可以讓熊應該順票感音、順票感朋友，他們其實一起來，我覺得不管你是不是客家人也好，但我覺得大家都可以講下都好客家話。我覺得多一種語言，會講多一種語言，我覺得它可以讓你的生活非常非常的豐富，非常非常的精彩。大家好，你是愛客樂，愛 color， 我係母語台灣改歌流行音樂會12月29號在台北火車頭、台北火車站，天天你愛 color， 強下撈你嘅母語念轉來啦。